大家好，歡迎返嚟 Otta 讀書會。今日咧，我哋要為大家介紹一本近年喺全球掀起巨大迴響嘅作品，由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諾亞哈拉瑞所撰寫嘅《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呢本書以獨特嘅視角回溯返人類喺地球上嘅7萬年歷史，並對我哋嘅過去、現在同埋未來作出咗顛覆性嘅思考。佢將人類嘅發展劃分為不同革命，解構咗我哋如何從一種不起眼嘅動物逐步走向地球嘅主宰，甚至嘗試扮演上帝嘅角色。本書將會分成上下集介紹，而今集主要探索人類點樣由野獸進化，經歷認知革命同農業革命，並建立起複雜嘅社會結構。而家就等我哋一齊探索人類嘅起源同歷史。喺有歷史記載之前，人類其實已經存在咗250萬年，但喺世世代代嘅繁衍中，佢哋同其他動物相比，其實冇乜特別之處。如果返到200萬年前嘅東非，你會見到一群類似人類嘅生物，佢哋會耍樂，會建立友誼，會爭奪地位，但同黑猩猩、大象冇乜分別。當時嘅人類呢，對環境影響甚至少過大猩猩啊！作者喺書中首先利用生物學嘅切入剖析人類。生物學家將生物劃分為不同物種，同物種嘅生物可以彼此交配並產出有生育能力嘅下一代。例如馬同驢唔係同物種，所以佢哋嘅後代驢仔冇生育能力。而我哋智人嘅學名係 Homo sapiens， 屬於人屬嘅智人種。智人呢屬於人科，呢個科入邊呢有好多成員啦，就係各種巨猿。而我哋最接近嘅親戚呢，就係黑猩猩。根據科學研究推斷，大約600萬年前一隻母猿生咗2隻女嬰，其中一隻成為所有黑猩猩嘅祖先，另一隻就係所有人類嘅始祖。智人仲有個秘密，我哋曾經有好多兄弟姊妹，而唔止係智人一種。最早嘅人類喺大約250萬年前喺東非演化，祖先係南方古猿。大約200萬年前部分古人類離開非洲，足跡遍及北非、歐洲同亞洲。喺唔同環境下，佢哋演化出唔同物種。喺歐洲同西亞有尼安德特人，佢哋魁梧強壯，適應寒冷。喺東方亞洲有直立人，佢哋存續近200萬年，係目前已知存續最耐嘅人類物種。喺印尼爪哇島有梭羅人，喺佛洛里斯島有佛洛里斯人，身高不足1米，但識製造石器同獵象。2010年，科學家喺西伯利亞發現丹尼索瓦人，呢啲物種同我哋智人一樣，都係人屬，都係人類。作者亦都提到一個常見錯誤，就係以為人類物種係線性發展，一個接一個咁演化出嚟。但係事實上，從200萬年前到1萬年前，地球上同時存在多種人類物種。今日地球上只有種人類，呢個反而係異常。人類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有幾個顯著特徵。首先係大腦嘅龐大。對智人嚟講，大腦佔身體總重僅2%到3%，但卻消耗25%嘅能量。呢個巨大嘅負擔導致遠古人類需要花更多時間尋找食物，同時肌肉亦都有所萎縮。喺幾百萬年前，智人嘅大腦雖然不斷增長，但係除咗簡單嘅石器同尖銳嘅樹枝，並冇咩特殊表現。呢個係一個至今仍未完全解開嘅謎團。人類另一獨有特點係2條腿直立行走，方便掃視草原，騰出雙手做其他用途，例如雕石塊、製造工具。最早嘅工具製作可追溯到250萬年前。但係直立行走導致女性分娩困難，因為臀部變窄，嬰兒頭部變大，自然選擇令到 BB 提早出生，令佢哋發育未完全，需要更加多年嘅撫養同教育。呢個亦係人類社交技巧發展嘅重要原因，因為撫養細路仔需要部落共同努力，所以演化偏好能形成強大社會關係嘅種族。雖然大腦大、識用工具同埋有複雜社會結構，聽落係優勢，但人類喺200萬年間只係弱小嘅邊緣生物，主要靠採集同食腐肉為生。
直到40萬年前，部分人種先開始追捕大型獵物，而智人喺10萬年前先躍升到食物鏈頂端。呢個跳躍速度太快，生態系統同人類自身都措手不及。其他頂端動物經歷百萬年演化，生態系統有制衡機制，但智人突然登頂，令我哋充滿恐懼同焦慮，變得更殘酷危險。歷史上眾多災難都源於呢個倉促嘅地位跳躍。識得利用火呢個能力就係人類登頂嘅一大步。80萬年前部分人種偶然用火，30萬年前就已經普及。火係光源、熱源，亦係致命武器。當時人類甚至會燒毀環境，將叢林變成草原，方便狩獵同採集熟食。但火最大好處其實係烹飪，令到小麥、水稻、馬鈴薯等食物可以被消化，殺死病菌，減少咀嚼消化時間。烹飪縮短腸道消化，降低能量消耗，間接促進大腦發育。火亦係人類首次能夠控制自然力量，而且呢種能量唔受人類身體限制。但係即使有火，喺15萬年前，人類仍然係一種邊緣生物。直到約7萬年前，智人第二次從東非擴張，先開始席捲全球。當智人到達歐亞大陸嘅時候，其他人類物種已經存在。佢哋點樣消失嘅呢？作者提出2種理論：混種繁衍理論，認為智人同其他人種混血，形成今日人類；另外係替代理論，認為智人取代咗所有其他人種，係純種智人。2010年，尼安德特人同丹尼索瓦人嘅基因組研究結果證實咗混種繁衍理論至少部分正確。現代歐亞人有1%到4%尼安德特人 DNA， 澳洲原住民更加有高達6%丹尼索瓦人 DNA。大約7萬到3萬年前，智人出現咗新嘅思維同溝通方式，就係所謂嘅認知革命。原因係乜？到目前為止，亦都冇一個明確答案。普遍理論認為係偶然嘅基因突變，改變咗智人大腦內部連接方式，令佢哋能夠用前所未有嘅方式思考同溝通。智人嘅語言呢，就唔係世界第一種語言。動物都有自己嘅語言，例如猴子嘅叫聲可以傳達小心，有老鷹或者係小心獅子嘅意思。但係人類嘅語言有乜特別呢？最常見嘅理論認為人類語言最靈活，能夠發出有限聲音，但係能夠組合出無限嘅句子，傳達驚人信息量。例如講述今朝早遇到2隻野獸，我哋分開利用武器攻擊。呢種語言組合能力咧，係其他動物身上面前所未有。第2種理論認為，人類語言最重要嘅功能係傳達關於人類自己嘅信息，成為一種八卦工具。智人係社會性動物，社會合作係生存關鍵，知道邊個可靠，邊個係騙子，對個人好重要。社會學嘅研究指出，靠八卦維繫嘅最大自然團體大約係150人。今日人類團體仍然受此限制，超過150人就需要正式規範。咁智人點樣突破呢個數字，創造出幾萬人嘅城市同幾億人嘅帝國呢？秘密好可能就在於虛構嘅故事。即使係一大批互不相識嘅人，只要同樣相信某個故事，就可以共同合作。例如，教會建基於宗教故事，國家建基於國家故事，司法制度建基於法律故事。呢啲都只存在於人類共同想象中。宇宙中並冇神、國家、錢、人權、法律同正義呢啲實體，一切源於故事。作者以有限公司為例。公司唔係實體，而係一種法律擬制。呢個概念係人類巧妙嘅發明。喺之前，財產只係屬於有血有肉嘅人，創業風險無限大。有限公司係獨立個體，即使創辦人或者股東都消失，公司仍然存在。點解呢個虛構概念可以運作？就好似祭司創造神魔一樣，係透過講故事同說服人相信公司嘅關鍵故事係國家編寫嘅法律制度。只要律師遵守儀式，寫低咒語，新公司就註冊成立，千百萬人就會相信佢係真實存在。講出有效嘅故事並唔容易，難在於說服人相信。只要故事成功，智人就擁有巨大力量，令到數百萬陌生人為共同目標努力。虛構故事係想像嘅現實，唔係謊言。謊言係個人層面嘅欺騙，而
而想像嘅現實係人人相信，只要共同信念存在，力量就足以影響世界。喺4萬年前，斯泰德洞穴嘅藝術家可能真係相信私人守護靈，而現今世代嘅百萬富翁相信錢同有限公司存在，以及人權分子相信人權存在嘅概念，基本上同出一轍。作者話，認知革命以嚟，智人一直生活喺雙重現實。客觀現實，例如河流、樹木、獅子，以及想像現實，例如神、國家、企業。隨住時間過去，想像現實日益強大，有時甚至決定客觀事物嘅生死。虛構故事創造想像現實，令到人類能夠大規模合作，而且呢種合作方式可以隨故事改變。只要改變故事，合作方式就改變。呢個等於開啟咗文化演化嘅快速通道，而非基因演化嘅慢速通道。其他動物嘅行為主要受基因影響，社會行為冇顯著改變，除非有基因突變。但智人喺認知革命後，基因同環境冇變，行為仍能快速改變並傳俾後代。例如天主教神父自願放棄生育，靠嘅係聖經同教律嘅故事。呢個就係智人成功嘅關鍵。尼安德特人即使比智人強壯，但佢哋只識分享獅子位置，唔識傳頌部落守護靈嘅故事，所以冇辦法有效大規模合作，冇辦法對應快速變化。考古證據顯示，智人部落之間有遠距貿易，例如利用貝殼、黑曜石等，而尼安德特人只用本地材料。智人嘅狩獵技巧需要幾十人甚至不同部落合作，例如將長毛象趕入峽谷圍捕。如果尼安德特人集結50人攻擊智人，智人可以集結500人應戰。智人發明咗大量想像現實，發展出各種行為模式。呢個就係文化嘅主要成分。文化出現後不斷改變發展，呢啲變化就係歷史。認知革命係歷史脫離生物學而獨立存在嘅起點。智人同黑猩猩嘅差異係於超過150人團體嘅時候先至顯現，因為智人有虛構故事作膠水，將千萬個體、家庭同群體黏合。呢種膠水令人類成為萬物主宰。總之，認知革命之後，生物學為智人行為能力設下基本限制，但呢個範圍好大。智人創造虛構故事，建立複雜遊戲。要了解智人行為，就必須研究歷史演化。首先，想了解人類天性、歷史同埋心理，就要回到狩獵採集祖先嘅頭腦。智人絕大多數時間都係靠採集為生，相比之下，農業同工業生活喺歷史上只係一瞬間。演化心理學認為我哋大腦同心靈仍然以狩獵採集生活方式思維，解釋咗我哋對高熱量食物嘅渴求、現代社會嘅疏離同沮喪。例如，對甜食嘅渴望係源於3萬年前採集者喺草原上，一旦遇到熟透嘅水果，就要立刻食到飽，因為高熱量甜食稀有，要搶喺其他動物之前食晒。呢種嘅本能生殖基因啦，導致我哋今日喺冰箱塞滿食物嘅情況下仍然會不知不覺食完一桶雪糕。另外，作者提到，有演化心理學家認為，古代採集部落係共同住埋一齊，冇私有財產，冇一夫一妻制，甚至冇父親概念。女性可以同唔同男或女有性行為，形成親密關係。部落共同養育細路仔，男人無法確定細路仔係咪自己嘅，所以對所有細路仔都冇偏心。即使今日委內瑞拉嘅巴里印第安人社會仍然有共同教養制。呢個理論解釋現代婚姻不孕、離婚率高、心理問題等，係因為現代社會強迫人類採用一夫一妻制，違背生物本能。但係亦都有學者反對，認為一夫一妻制同核心家庭係人類核心行為。另外，我哋對採集者祖先嘅生活所知甚少，冇文字記錄，考古證據主要係骨骼化石同埋石器。但所謂嘅石器時代，其實形容為木器時代更加準確，只係因為木、竹、皮革等易腐爛材料好難保存。古代採集生活嘅人造物品極少，因為心理、宗教同感情生活多數唔需要人造物品協助。作者認為喺農業革命前夕，地球上約有500萬到800萬採集者，分為幾千個獨立部落，有幾千種唔同語言同文化。可以確定嘅普遍現象係，當時大部分人活喺幾十到幾百人嘅小部落，所有成員都係人類。
狗係第一種由智人馴化嘅動物，約喺15000年前，農業革命前已經發生。狗能狩獵、戰鬥、警報，人狗關係親密，甚至狗死後會被口葬。另外，部落成員彼此熟悉，終生同親友相處，幾乎冇孤獨同私隱。鄰近部落間偶爾有爭奪資源甚至衝突，但係亦都有友好往來，例如交換成員、共同狩獵、交易奢侈品、政治結盟同宗教節日。呢種合作係智人領先其他人類物種嘅關鍵優勢。喺古代飲食習慣方面，智人部落飲食建基行事，採集野果、挖樹根、捉昆蟲、狩獵野牛同長毛象，主要靠採集為生，獲取熱量同原材料。佢哋對周遭環境了解透徹，識辨別植物、動物習性、季節變化、製作工具同應對危險。採集者擁有史上最多樣嘅知識同技能。有證據顯示，採集時代以嚟，智人大腦容量其實係逐漸減少。但係農業同工業時代開戰之後，人類開始能夠靠人哋技能生存，低技能者亦都有生存空間，所以唔需要個人有高超心智能力。狩獵採集生活通常比農夫、牧羊人、工人舒適同埋有意義，平均每週工作35到45小時，比現代人少，冇乜家務負擔，生活較有趣。飲食多樣化，少有飢餓或者營養不良。骨骼化石顯示採集者身高較高、健康，平均壽命30到40歲，主要係因為兒童早夭，活過危險，早期通常能夠活到60歲甚至80歲。採集者少有傳染病問題，因為唔會同家禽家畜近距離相處，而且群體細、漫遊廣闊，疾病難以流行。呢種社會被稱為最初嘅富裕社會，但係生活並非理想浪漫，仍有物資匱乏，兒童死亡率高，輕微意外都可能致命，對弱小成員可能會遺棄甚至殺害。巴拉圭亞契人部落曾經有殺害病弱者同女嬰嘅習俗，但係亞契人成年人之間暴力罕見，樂天愉快、慷慨，最睇重人際互動同友誼。作者提醒我哋不能妖魔化或理想化佢哋。佢哋同我哋一樣，只係人類。我哋對遠古採集者精神同心理生活所知甚少。學者多數同意佢哋信奉泛神論，即萬物有意識情感，可與人類直接溝通。泛神論者認為人類同其他靈之間冇障礙，亦都冇地位高下之別。泛神論並非特定嘅宗教，而係對世界睇法相同嘅數千種宗教總稱。至於採集者嘅社會政治世界，我哋所知更少。蘇聯松希爾發現3萬年前嘅墓地，其中有50歲男性骨架同2具兒童骨骸，陪葬品極其豐富，需要數年勞動先至能夠製作。呢個證明智人已經發明超越 DNA 設定嘅社會政治規範，但係點解會咁豐厚安葬？原因仍然不明。另一方面，戰爭喺採集者社會扮演嘅角色，學者們仍然有爭議。考古發現數量少而且模糊，多瑙河谷骸骨顯示4.5%死亡率係人類暴力造成，同20世紀差唔多。而喺蘇丹哲貝爾薩哈巴墓地，40%骸骨有暴力痕跡。德國歐夫內特洞穴則有一半以上嘅骸骨有暴力傷害痕跡。呢啲結果顯示採集社會有唔同嘅暴力傾向。呢層沉默嘅帷幕籠罩住幾萬年歷史，佢哋可能發生過戰爭、革命、宗教運動、哲學理論、藝術傑作。我哋假設佢哋係泛神論者，但係所知甚少。一般學者只會問合理範圍內能回答嘅問題，但係作者指我哋要問嘅係目前冇答案嘅問題，否則會忽略人類歷史中6萬年嘅重要性。事實上，佢哋塑造咗我哋今日世界。早喺農業革命前，採集者已令地球生態大為改觀。認知革命前，人類物種只係住喺亞非大陸，雖然偶爾可以游水或者用簡單木筏到達附近島嶼，但無法前往美洲、澳洲、日本、台灣、馬達加斯加等遠洋地區。海洋阻隔到嘅唔止人類，仲有好多亞非動植物無法到達外面世界。因此，澳洲、馬達加斯加等地嘅生物群獨自演化數百萬年，獨具特色。但係智人嘅出現將會改變呢一切。認知革命後，智人憑新技術、組織能力同視野走出亞非大陸。
第一項重大成就係大約45000年前殖民澳洲。理論認為，印尼群島嘅智人發展出第一個航海社會，學會建造同操縱船隻前往遠洋。呢個係人類能力同生活形態前所未有嘅變革。雖然冇發現船隻遺骸，但有證據顯示智人殖民澳洲北部嘅小島布卡島、馬努斯島，距離大陸200公里，以及定期海洋貿易。人類首次到達澳洲，重要性等同哥倫布發現美洲或者阿波羅登月。呢個係人類首次成功離開亞非生態系統，亦都係首次有大型陸生哺乳動物從亞非大陸到達澳洲。更重要嘅係，人類先驅唔單止適應當地嘅環境，更令到整個澳洲生態系統天翻地覆。佢哋一進入內陸，就見到從未見過嘅奇特生物，200公斤重嘅袋鼠、老虎咁大嘅袋獅、巨大無尾熊同2噸半嘅雙門齒獸。但幾千年後，呢啲巨型動物幾乎全部消失。澳洲24種體重50公斤以上動物中，23種滅絕，成個生態系統食物鏈重新洗牌。但智人係咪真係罪魁禍首咩？作者話有學者將滅絕歸咎於氣候變遷，但有3大證據顯示智人難辭其咎。首先，氣候變遷幅度唔大，好難造成係咁大規模滅絕。另外，氣候變遷會同時影響海洋生物，但45000年前冇證據顯示海洋生物有顯著滅絕。人類主要生活喺陸地，可以解釋點解滅絕只發生喺陸地。另外，類似大滅絕事件喺接落嚟幾千年不斷上演，時間點都係人類移居新地區之時。例如新西蘭巨型動物喺人類到達後幾世紀內大量滅絕，北冰洋島上嘅長毛象喺人類到達後，即係大約4000年前突然全部滅絕。歷史記錄都顯示智人係生態連環殺手，但係智人喺石器時代點解能夠造成生態浩劫呢？作者俾出3種解釋。第一，大型動物繁殖緩慢，人類即使每幾個月只係獵殺一隻，都可能導致數量下降。澳洲巨型動物從未見過人類，冇時間演化出對人類嘅恐懼。第二，智人到達澳洲嘅時候已經掌握火耕技術，佢哋燒毀叢林同森林，將地貌變為草原，吸引獵物。植物化石顯示，智人到達後，耐火嘅樹種開始獨霸天下，影響草食動物，導致食物鏈崩潰。第三，氣候變遷令到生態系統脆弱，而人類嘅狩獵行為將呢個脆弱系統推向深淵。澳洲同美洲嘅生物大滅絕，加上智人喺亞非大陸擴張時造成嘅小型物種滅絕，以及到達偏遠島嶼造成嘅滅絕，結論只有一個：智人第一次殖民係整個動物界最大最快嘅生態浩劫。認知革命時，地球約有200屬體重超過50公斤嘅大型陸生哺乳動物；農業革命時，只剩得約100屬。智人喺未發明車輪、文字同鐵器之前呢，已經令全球一半大型獸類滅絕。認知革命之後，智人嘅足跡迅速遍佈全球，喺大概45000年前到達澳洲，16000年前到達美洲，並引發咗第一波巨型動物滅絕嘅生態災難。呢啲都證明咗智人並唔係同自然和諧相處嘅溫順野獸，而係地球史上最致命嘅物種。但係最大嘅轉變要數大概12000年前發生嘅農業革命。作者用一個極具爭議性嘅說法，將佢稱為歷史上最大嘅騙局。傳統觀點認為，農業革命係人類智慧嘅巨大飛躍，令我哋從艱苦、危險、簡陋嘅採集生活走向安穩富足。但作者提出，事實可能啱啱相反。喺農業革命之前，採集狩獵者嘅生活其實比農民更舒適、更多元化。佢哋每星期大概只需要工作35到45小時，傳染病亦都較少，因為佢哋群體細小，喺廣闊嘅土地上漫遊，同家畜接觸亦少。作者將呢個時期稱為原始嘅富裕社會，因為佢哋擁有充足嘅時間同多元化嘅生活。咁點解我哋會放棄呢種睇起嚟幾理想嘅生活呢？作者認為答案係我哋被麥子馴化咗。麥子並唔係自己種自己，而係智人投入越嚟越多精力去照顧佢。為咗麥子，人類要清石、除草、驅蟲、引水、施肥，搞到腰酸背痛、脊椎、頸椎都出問題。
人類嘅身體本身係為咗爬樹、追捕獵物而演化，唔係為咗彎腰勞動。我哋被迫永久定居喺麥田旁邊，最終麥子成為咗地球上最成功嘅植物物種，佔據咗巨大嘅土地面積。但係智人卻變成咗被困喺屋企嘅麥子奴隸。作者更幽默咁指出，馴化一詞來源於拉丁文嘅 domus， 意思係房子，但如今被關喺房子入邊嘅唔係麥子，而係智人。農業革命並冇為個人帶嚟更安全、更富裕嘅生活，農民工作更辛苦，飲食更單一。例如中國嘅農民可能一日三餐都係飯。佢哋亦更易受乾旱、水災、蝗災影響，引發大規模饑荒。社會暴力亦都明顯增加，因為土地同財產變得重要。農民為咗保護佢哋嘅土地同糧食，往往會死守，造成血腥衝突。人類學研究顯示，喺只有基本村莊政治結構嘅農業社會中，人類暴力行為造成嘅死亡率遠高於採集社會。呢個現象作者稱之為奢華生活陷阱。人類為咗追求更輕鬆嘅生活，創造咗新嘅技術，但最終卻發現自己被鎖喺更繁重嘅勞動同壓力之中。佢以現代人被電郵所困嘅例子說明，原本為咗省時間發明電郵，結果反而令到生活節奏加快10倍，令人更加忙碌同焦躁。作者認為，人口雖然爆炸式增長，由大概500萬到800萬人，躍升到公元1世紀嘅2.5億人，但係呢個只係演化上嘅成功，而唔係個體嘅幸福。作者強調，如果用 DNA 複製數量嚟衡量物種嘅成功，農業革命對智人係一個巨大嘅成功，但係對個體而言，卻可能係一場災難。農業帶嚟嘅壓力係大規模政治同社會制度嘅基礎。農民辛苦生產嘅多餘食糧，養活咗國王、官員、戰士、牧師、藝術家同思想家等精英分子。歷史記載嘅主要係呢啲精英嘅故事，而大多數農民嘅生活就係不停挑水耕田。真正要捉住新時代機會，單靠糧食剩餘同交通改善唔夠，城市同王國需要管理，避免爭端。人類喺幾百萬年演化中，只係習慣幾十人嘅小部落。農業革命之後，短短幾千年出現城市、王國同埋帝國，但係人類冇足夠時間演化出大規模合作嘅本能。智人社會秩序係由想像所建構嘅秩序維持，透過共同嘅虛構神話故事，幾百萬陌生人能夠互相合作。喺公元前8500年，最大聚落係幾百人嘅村落；到公元前7000年，土耳其、加泰、土丘已經有5000到1萬人；到公元前3100年，埃及統一，法老王統治數十萬人；到公元前2250年，薩爾貢大帝建立阿卡德帝國，號稱百萬子民；到公元1年，羅馬帝國統一地中海，納稅人口達1億。呢啲合作網絡，例如美索不達米亞城市，都係想像所建構嘅秩序，支持佢哋背後嘅社會規範，唔係人類自然天性，而係共同相信嘅虛構神話故事。以公元前1776年嘅漢謨拉比法典為例，佢將巴比倫社會分為上等人、平民同奴隸，不同階級價值天差地別。法典聲稱由神指示，目標係維持帝國合作。而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則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不可剝奪嘅權利。兩者都宣稱自己係普遍永恆嘅公平正義原則，但係原則互相矛盾。作者認為，事實上平等同人權都只係虛構概念。生物學上，人類並非相等，演化基礎係差異。人冇天生嘅權利，只有器官、能力同特性，而且佢哋會突變消失。所以平等、自由、權利只係人類發明嘅概念。呢啲想像所建構嘅秩序，目的係令人類提升合作效率，打造美好社會。呢啲秩序唔係邪惡陰謀，而係唯一能夠讓大群人類合作嘅方法。為咗維持想像秩序，對外宣傳必須堅稱佢哋係絕對真理，係神或者自然法則創造。喺教育上徹底貫徹，將原則融入童話、戲劇、繪畫、歌曲、禮儀、政治宣傳、建築、食譜同時尚。人類唔會發現生活秩序係想像，因為想像秩序深深同真實世界結合。例如現代建築反映個人主義，中世紀城堡反映集體主義。
想像秩序存在於人與人之間思想嘅連結，例如有限公司、美元、人權都係數十億人共同想像。要改變佢哋，必須改變數十億人嘅想法。所以呢個由想像建構嘅秩序，人類無法脫離。所以作者話，人類每次以為打破舊秩序，其實只係打破舊監獄，並進入另一間更大嘅監獄。今集我哋探討咗智人如何從不起眼嘅物種，經歷認知革命而崛起。認知革命讓人透過虛構故事實現大規模合作，成為地球主宰。但係智人嘅崛起同時引發首波生態浩劫，導致大量嘅巨型動物滅絕。隨後嘅農業革命被作者稱為歷史上最大嘅騙局，雖然帶動人口激增，卻令個體生活更艱苦、單一，並催生複雜嘅想像秩序。呢啲秩序都係由人類共同想像建構，深深塑造我哋嘅慾望與社會結構，支撐住大規模社會運作。但係同時令我哋一直困喺一個又一個嘅監獄入邊。喺下一集，我哋將會更加進一步探討人類點樣由各自分散，最終走向全球融合，以及科學革命同資本主義呢兩股巨大力量點樣將人類帶到一個前所未有嘅高度，甚至邁向扮演上帝嘅角色。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